而家喺香港生活真係乜嘢都貴，由朝早嗰杯凍奶茶到夜晚嗰餐飯，啲錢好似倒水咁流走。好多老友記或者夠咗60歲蟹朋友都會諗，既然政府有個2蚊搭車優惠，係咪隨便上一架車就叫慳咗？其實唔係嘅。如果你唔識揀線，唔識分段收費蟹竅門，分分鐘你以為自己慳咗，但其實仲係做緊水魚，或者把浪費咗公共資源。今日我就要同大家拆解，去到2026年蟹今日到底點樣用將落柚劑用得最精最盡。我幫大家收來咗11條全香港最抵搭、最物超所值蟹巴士路線。呢啲路線唔單止係由新界去西區咁簡單，入面仲藏住好多你未必知蟹收費慳景同埋慳錢未急。大家坐定定，等我慢慢同你數，幫你慳得1蚊得1蚊。講到2蚊搭車，我哋首先要搞清楚一個概念，就係由2024年8月25號開始，所有60歲或以上蟹合資格香港居民一定要用落柚資先可以享有呢個2蚊優惠。如果你仲攞住張舊蟹長者八達通，或者係嗰張彩色蟹個人八達通，諗住去拍急，唔好意思，你會發現扣蟹係本價，而唔係2蚊。所以第一件事，如果你係啱啱踏入60歲，或者係幫屋企老人家睇緊呢段片蟹，記得一定要幫佢哋搞咗張落柚汁先。好啦，入正題，點解我要話2蚊程車仲有血運？因為好多長途巴士線，佢哋蟹全費可能係20幾蚊，甚至30幾蚊。雖然你拍側嗰下係扣2蚊，但政府其實係補貼緊嗰20幾30蚊俾巴士公司。作為精明蟹香港人，我哋除咗要幫自己荷包淋，有時識得利用雙向分段收費，亦都係一個極大楷福利。所謂雙強分段收費，就係你上車拍一次級扣咗錢，落車再喺指定車站拍多次級，佢會退翻部分車資俾你。對於2蚊客嚟講，雖然最後都係2蚊，但呢種玩法可以令你喺區內短途多咗好多選擇，唔使苦等嗰啲班次蘇到暈蟹區內小巴。第二條要介紹蟹最抵路線，就係九巴蟹960號線。呢條線由屯門建生村去灣仔北。點解話佢抵？如果你係住喺屯門區內，想由建生去屯門市中心或者安丁友愛，以前你可能要等區內線，但960號呢類過海大線，其實喺屯門區內設劃雙強分段收費。你上車雖然係扣緊2蚊，但因為呢啲過海巴士車身大為多，有冷氣，仲要有埋唔知上網，坐幾分鐘去市中心真係舒服過坐輕鐵好多。而且最緊要係呢啲大線班次密到你唔信，基本上唔至10分鐘就有一班，比起等嗰啲區內線快好多。第二條係九巴蟹968號，呢條線係元朗老友記蟹恩物，佢由元朗西去銅鑼灣天后，同960號一樣，佢喺元朗區內都有非常完善蟹分段收費。如果你喺元朗營點想返去元朗西，或者喺大馬路附近行到攰想坐一個站返總站，只要見到968號，即管上車，只要落車記得喺指定蟹分段收費拍執機再拍一次，你就等住用2蚊坐咗一程，原本要20幾蚊蟹號巴。第三條係我要重點推介蟹，係一條可以跨區跨到好遠，但依然好划算蟹線98277X 店。呢條線由粉嶺聯和墟去平田藍田，對於住喺北區蟹朋友嚟講，呢條線簡直係東九龍淨通黐。以前去觀塘要轉幾次車，而家一程277X 搞掂。而且呢條線行大老山樹道，避開咗好多索黐座位。點解話佢抵？因為佢路程極長，但班次極穩。老記想由北區去九龍東探孫，或者去行下 APM， 呢條線絕對係首選。喺2026年，呢條線依然係九巴蟹王牌，車隊又新，冷氣又夠，2蚊坐足成個鐘，仲唔係抵到爛？第四條，我哋去到將軍澳，講下九巴蟹290系列，特別係290X 店。呢條線由康城去長灣西，大家都知將軍澳去長灣以前係一個地理上蟹難題，一係就坐地鐵轉到運，一係就坐車兜入九龍城。290X 行將軍澳隧道，直接穿過黃大仙、葵涌去到長灣。呢條線最犀利之處係佢全方位覆蓋，基本上將軍澳每一區都能夠受惠。對於60歲以上蟹朋友，如果你想去長灣食好嘢，或者去南豐紗廠行下，呢條290X 真係冇得定。第五條，我哋講下大埔蟹王牌74X 店。呢條線係由大埔中心去觀塘碼頭。如果你問大埔人邊條巴士線最重要，10個有9個都會答你74X 店。雖然近年多咗好多唔同蟹分支出嚟，但74X 蟹地位依然冇可撼動。
對於長者嚟講，呢條線最正海地方係佢喺大埔區內都有分段收費，而且佢喺觀塘區嗰邊海樂車站點非常接近大型商場。以前老人家可能唔敢去咁遠，經轉車麻煩，但有咗呢條線，移民就可以由大埔直衝觀塘，方便到極。第6條，我哋轉一轉視野，去到港島區，講下城巴蟹6號或者6X 電，呢兩條線係由中環開往赤柱。如果你係想去遊山玩水，呢兩條線係全香港風景最靚喺巴士路線之一。駕車會經過深水灣、淺水灣，沿途睇住個海，真係心曠神怡。平時遊客坐呢條線可能要10幾20蚊，大長者用落有即2蚊就搞掂。我建議大家揀6X，因為佢行香港仔隧道快好多。喺淺水灣落車行下沙灘，或者去赤柱行下市集，呢份休閒係2蚊買到最珍貴蟹嘢。第7條，要講一條隱藏版蟹慳錢路線，就係城巴蟹221電。呢條線由大角咀維港灣去機場報領館，好多人以為去機場一定要坐嗰啲 A 線機場巴士，但 A 線收費貴，而且長者優惠有時未必係2蚊，雖然大部分都係，但政府補貼多好多。如果你唔係趕時間出國，而係想去機場行下食下嘢，或者去東涌東薈成名店倉掃貨，221係一個極好蟹選擇。佢雖然兜少少路入後塵區，但你可以睇到機場平日睇唔到蟹運作情況，2蚊坐到去機場真係抵到冇朋友。第8條，我哋返去新界北，講下專門去口演蟹線98B1，呢條線由天水圍去落馬洲站。自從兩地全面通關之後，好多老友記都會上深圳買市或者食飯。B1 線係最繁忙啟口岸線之一，平時單程都要10幾蚊，但用落有即2蚊就去到關口。最重要係B1 線喺元朗區內都有分段收費，如果你只係喺元朗區內想問架車坐幾個站，B1 其實係一個唔錯喺隱藏選擇，因為佢哋通常係雙層巴士，而且班次因應過境人流會加得好密。第9條係城巴蟹 B7，呢條線由上水去香園圍口岸蓮塘。蓮塘口岸係近年新興啟業面點，因為佢過關之後直接接駁深圳啟地鐵站，非常方便。B7 號係直通巴士，由上水站一開，好快就到口岸。對於住喺粉嶺、上水蟹腸者，2蚊去到蓮塘，然後去深圳食個潮汕牛油火鍋，呢種生活節奏喺2026年已經成為好多香港人蟹常態。B7 線蟹出現，真係令2蚊生活圈擴大咗好多。第10條，我哋睇下九巴蟹 68X 或者268X，呢兩條線由元朗去佐敦或者旺角。點解要提呢兩條？因為佢哋行3號幹線，快得嚟又穩。對於元朗蟹腸者嚟講，去九龍行街、去油麻地睇戲或者去旺角飲茶，呢兩條線係最直接蟹選擇。尤其係268X，佢行特快路線，喺旺角停站之後直接落佐敦，比起68X 更慳時間。2蚊坐特快豪巴，仲要係行全香港最貴隧道之一凱西隧。雖然佢哋行撞青隧道去西九，嗰份性價比真係高到爆燈。最後一條，第11條，我想介紹一條比較特別嘅989X，呢條線由沙田站去觀塘站。呢條線海特色係佢會行經沙田第一城小瀝源，再去九龍。點解話佢抵？因為沙田去觀塘其實需求極大，大地鐵要轉幾次線，大圍轉東鐵，九龍塘轉觀塘線。89X 備咗一個一程過海選擇，對於一啲住喺沙田半山或者小瀝源海老友記，唔使行去地鐵站門口上車，2蚊坐到觀塘，呢種便利係難以取代海。講完呢11條線，大家可能會問，點解我成日強調分段收費？其實呢個係2蚊乘車計劃入面一個好重要喺公民責任。雖然我哋只係逼2蚊，但如果我哋只係坐2-3個站，卻揀咗一架全費要30幾蚊喺長途車，政府就要補貼剩低嗰30幾蚊。如果你識得落車泊車，或者揀一條短途少少蟹線，政府補貼少咗，呢個計劃先可以長還長有。喺2026年，社會對於公共開支好關注，我哋做長輩鞋，識得慳得就慳，唔單止係慳自己錢，亦係幫緊個社會。另外，我想同大家分享幾個用落又夾蟹小貼士。第一，記得一定要確保張輯入面有錢，雖然係2蚊，但如果你預夾係負數，係過唔到機噶。我建議大家可幾申請自動增值，咁就唔經去到門口先發現冇錢。第二，如果你去一啲偏遠地方，例如大嶼山，記得大嶼山巴士都有好多分段收費。360、昂坪呢啲熱門景點，用2蚊搭巴士去，比起坐纜車或者搭其他車，真係慳返唔少。
慳落嗰啲錢夠你去赤柱食多餐好海。仲有一點好緊要，好多長者朋友會覺得2蚊乘車淨係可以用喺巴士地鐵，其實而家好多綠色專線小巴，甚至係一部分蟹渡輪航線都已經納入咗呢個計劃。例如由中環去長洲、去彭州蟹普通渡輪，長者都可以用2蚊坐。諗下2蚊就可以坐船出海吹下風，去離島食下海鮮，呢啲生活質素真係要識得去享受。喺2026年蟹今日，香港蟹交通網絡已經發展到好成熟。雖然生活成本高，但政府呢個2蚊乘車 concession scheme 絕對係一項德政。我哋作為使用者，最緊要係做得聰明，唔好盲目上車，睇清楚路線圖，突出嗰啲班次密、車向新、路徑直喺最底路線。希望今日分享呢11條巴士路線同埋嗰啲慳錢小技巧，可以幫到各位老友記或者準備踏入60歲蟹朋友。記得慳得1蚊得1蚊，唔係因為我哋窮，而係因為我哋識得生活，識得將資源用喺最合適嘅地方。如果你覺得呢啲資訊有用，記得話俾身邊啲朋友聽，大家一齊做個精明蟹樂優一族。出街行多啲，見多啲呢個世界，保持心境開朗，呢樣先係2蚊乘車帶俾我哋最大蟹價值。今日就講到呢度，大家記得落車泊車，下次見。